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啊。今天这个三大指数延续上攻态势，并且集体创了年内新高。截至收盘上证涨0.62%，是3581点，离这个3600点就是一步之遥啊。深成指数涨0.84%，这个创业板指数涨0.61%。最主要的是这两市成交额接近1.9万亿，明显的放量比上个交易日多了将近2000亿这个好像也是今年一个比较大的量，不是排第一就是第二从这个量价配合来看这简直就是慢牛已经到了，牛市这一阵子为什么这个股市指数涨得还不错呢？一个原因就是世纪工程雅江水电站这个要投1.2万亿，这个题材恐怕以后会反复炒因为这个事情至少要10年具体是多少年现在不清楚。在这个整个的雅江水电站完工之前，这个题材都会被反复的提起。当然了，最多的恐怕就是今年或明年这个喜欢赌博的可以关注这个题材它会反复活跃这个什么建筑板块电建板块发电的一大堆的，反正跟雅江这个水电站有关的可以参考那什么呢？可以参考那个雄安新区那个炒作。但是如果说1.2万亿这个大基建投资雅江水电站这个不足以支撑一个牛市，它跟牛市没关系它只是个炒作题材，一定要记住了，对吧？见好就收就像年初炒那个杭州6小龙，炒那个 DeepSeek 一样就是你赚了个10%、20%，赶紧就跑，你已经够了。这是一个跟这个因为这个板块这个股票多所以说这几天自从周末一公布之后，这2天这个板块涨幅还比较大。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人社部关于什么推动扩大基本养老金委托投资规模，这个相当于给这个胡适又多输点血，这个是双刃剑好处是给胡适输血，但是它对这个金融消费者并不太友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基本养老保险这个基金是只能赚钱不能赔钱。那在这个零和博弈的市场，对吧？这个基本养老金这个基金它要赚钱了，赚谁的钱呢？所以这个又要让这个金融消费者受点苦多做点贡献。但是它对指数有好处它会积极的维护指数第三个就是一个传闻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组织开展煤炭生产情况核查，促进煤炭供应平衡有序的通知。这个对煤炭行业又是个利好，所以这个煤炭板块今天就是暴涨。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如果你的那个账户里面没有雅江水电站相关的这个股票，没有煤炭股，那么你也是就是赚了指数没赚钱，甚至还赔钱。别看今天涨了这么多2600只股票上涨，2500多只股票下跌，就是一半涨一半跌。金融消费者难免还是在指数牛市里面。我看了一下最近银行股是连续在回调，应该有6-7个交易日就是银行股没怎么涨，有的在跌。这是不是意味着银行股就见顶了？这不好说我一直说这个银行股是受人操控，用来控制指数的。如果是银行股是见顶回落，那么大家要注意了，别管什么雅江水电站板块，还是什么煤炭，还是其他的板块，那都属于一个插曲，都属于什么补涨，就基本上属于补涨，属于轮动。接下来什么白酒板块什么券商板块什么各种板块都会表现的。表现完了之后，大家一起该去哪儿还去哪儿，因为参与赌博的赌资就那么多拉完这个拉那个，拉完那个拉这个。这几个交易日放量是因为雅江水电站概念确实有很多资金进来了，但是这些资金人家只炒什么这个世纪工程这些资金有很多人家都对吧，天线都在海里面，跟那个散户跟那个金融消费者那不是一个路数对吧？这些资金过几天等这个雅江水电站这个炒作结束，人家提前会出去。关于目前这个指数已经到了3600点这个关口接下来这个胡适会怎么走？咱们看看这个刘继鹏证券专家刘继鹏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市场在过去的3个多月上涨了500点，大家认为是不是一个慢牛的行情已经到来？其实我们回顾一下过去10年这个上证指数的历史，可以看到每到这个3600点到3700点附近呢，市场都会遇到一定的压力。
这次市场虽然3个月上涨了500点，但是成交量却一直没有有效的放量突破。我们过去这10年曾经有过2、3次这样的经历，一次是在18年，当时的反弹高点涨到了3587点，但随后呢就下调到了2019年的2440点。第二次呢是在2021年，当时反弹的高点是3731点，然后就出现了调整，到了2024年就调到了2635点。这轮行情大家也可以看到，从去年国家推出了国九条之后，924的行情，上证指数一度反弹到了3674点，然后就出现了剧烈的调整，最终在今年4月7号调整到了3040点。从近10年上证指数的走势，基本上可以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在3600、3700点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个长的箱体状态。那么这个箱体的上轨位置，也就是现在这个位置，我们现在的行情是3560点，都会面临一个较大的市场调整的风险。所以目前的行情在3560点左右，距离4月7号的3040点已经上涨了500点，这也距离箱体震荡的上行位置越来越近了。10年这几次到了3600、3700点就止步不前了。那么这次能够实现有效的突破，迎接一个较大的牛市行情吗？因此这里边当然还要看是否放量突破。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是多空双方必争的一个城门，如果说久攻不克，那么也可能还会再一次面临调整风险。相反，如果市场有效突破了3700点这样的重要阻力位，那么多头的信心也就会大幅增加，预示着我们的股市会有持续向上的行情。过去的20年，中国政府在2004年出台了第一个国九条行情，和2014年出台了第二个国九条，市场都出现了一轮牛市行情。当然，我们也希望去年的第3个国九条颁布之后，也会出现一轮牛市行情。如果这次市场能够有效的突破3700到3800点以后，可能就会进入一个持续的慢牛行情了。但如果市场没有突破3700点这个关键点位的话，这个李继鹏呢认为啊，3600、3700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咱们沪指啊，常年是在3600、3700到下面啊2600、2700啊之间震荡啊，3600、3700就是个顶。如果突破，恐怕就预示牛市来临。如果长期啊在这儿不能突破，恐怕还要回调。这就是李继鹏的这个意思啊。但是我告诉大家，没有什么牛市。我一直强调啊，就根本问题没解决，就不会有什么牛市。你可以炒作一阵子，永远摆脱不了啊叫牛短熊长。你也可以通过控制指数啊去炒作，搞出一个所谓的牛市慢牛。但这个啊就像在沙滩上建大楼是一个道理啊，沙滩上也可以建大楼啊，你也看着建得很漂亮，但是随时它会轰然倒塌，对吧？现在这个情况，你基础没打牢，对吧？你里面上市公司5000多家里面多少家都在做假账，都还在炒概念。整个上市公司里面最赚钱的居然是工商银行，把几个银行的利润给它拿掉，你整个沪市就不赚钱，怎么有脸说牛市呢？你拿什么来做牛市啊？对吧？还有多少做假账的？还有多少这个欺诈上市？还有多少人在操纵股价的？还有多少这些散户，对吧？一个个的跟赌徒是一样的，追涨杀跌。在这种情况下，老想着牛市要涨到4000点、5000点、10000点，这个就是在沙滩上啊建高楼。最近啊，这个被监管部门查出来的那些造假的上市公司，对吧？一造假都是7年、8年连续造假。这个市场啊，你参与了，在一个阶段看，很有可能你能赚点钱，但是啊，长期来看啊，必然是以亏钱结束。就是我的观点啊。现在啊，根本就不具备走牛市的这个基础。要等到这个沪市啊至少1000家甚至2000家上市公司啊退市大换血，还得保证啊你换进来的这些上市公司都没问题，否则的话啊就永远不可能有牛市，就带病的牛市，那这种买单啊那成本更高。最近啊这个沪市啊走的稍微好一点，显得啊像慢牛一样。我一直说这是人为，这是操控的结果。这个沪
股市刚好一点啊，这各路神仙啊，股神纷纷冒头。作为这个金融消费者，如果你还在参与的话，一定要小心，对吧？各种装神弄鬼的股神啊，会越来越多，对吧？这些股神的特点是什么呢？只吹自己赚钱的战绩，但是他赔钱的他不提，对吧？赚了3万，赔了40万，他只说他赚3万的事，大部分都这样，心里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只有这样宣传呢，他才能割韭菜啊。我看有很多人在我的这个节目下面留言啊，现在是牛市，他赚钱了。我建议啊，如果啊你现在在胡市你赚到钱了，你已经不赔钱，你还赚钱了，你不要多，10%也好，20%也好，赶紧止盈，对吧？明天你就把清仓，你记住了，只有你啊清仓之后，而且你以后再也不进股市，跟胡市啊拜拜。就像当初胡一进老师刚炒股的时候，我建议他啊，对吧？他不是赚钱了吗？赶紧跑，一个道理啊。2年以后啊，或者1年以后啊，对吧？长期看，你是中国股市啊这个赚钱的，就是小散里面啊为数不多赚钱的，硕果仅存的。你想，如果你赚了10%，你就相当于存银行存了至少5年呢，6年，对吧？你存银行存5年也才10%嘛，6年你这一下就已经10%了，可以了，对吧？要什么自行车啊？如果是20%，那就更厉害了。如果你现在不卖啊，你最终啊，你是不仅你这个10%、20%拿不到，而且你还赔钱，你本金恐怕还要打里面啊，就这么个简单道理。我在我的节目里反复宣传啊，这个胡市啊不存在牛市，就是目前看啊，它并不治好了，它没有什么所谓的牛市。这个金融消费者，你炒胡市啊，你不仅要跟这个他自身的这个弊病啊要做这个斗争啊，你还要跟你自己做斗争，对吧？最终你还要战胜你自己贪欲，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如果你是1个月前买的银行股，恐怕你现在都还在赔钱，你没挣到钱。如果你是去年这个时候买的银行股，那你问题又来了，你不知道你现在该拿着还是该卖，该加仓还是该减仓，对吧？你是靠这个运气好，瞎猫碰着死耗子，不知道什么偶然原因买了个银行股，结果一拿它赚钱了，现在慌了，傻了吗？不知道该加仓还是减仓，不知道该把它卖掉落袋为安，还是接着拿。你要接着拿到明年这时候，它又已经又回到起点都有可能。你电梯啊那是坐着爽啊。我这个节目啊，咱们是讲这个胡市啊道理，短期内啊你在我这儿是听不到什么牛市的，所以你要想听牛市来让自己更加有信心持股，你不要到我这儿来看啊，你换个地方看，你不要在我这儿想找到什么支持你啊，对吧？给你更多的什么持股加仓的这些动力，那你恐怕要失望。短期我说的至少是1年以内啊，甚至2年，所以你也别费劲了啊。我看有一些那个傻叉呀，跑到我这儿来看，就像看有什么牛市的什么信息啊，看我哪天讲牛市来了，你这不是缺心眼吗？就你这样人能赚着钱？你这样人能赚着钱的世界上没有贫穷，知道吧？没有这个什么所谓的韭菜，对吧？都像你这么想的，跑到别人节目看一眼你就能赚着钱，那赚钱太简单了吧？我这个节目是劝大家远离股市的，对吧？你可以看，可以围观。当然了，你说我有3万块钱，我不想要了，我就愿意把这3万块钱在里面，对吧？沉浸式体验，那也可以啊。你把炒股当消费可以，对吧？你说我有20万，对吧？亏了就亏了，我也不在乎，就想找那个感觉，那这没问题啊。这个我是提倡的啊，对吧？你把你心态摆好，你不要来了你琢磨着你要在里面什么财富自由，要专职炒股，那你想多了，对吧？我一直拿胡一进老师举例子啊，对吧？胡一进老师人家70万赔了，他不在乎啊，对吧？他也不打算加仓了，他就这么多钱，对吧？70万没了，人家不影响生活，就像我一样，对吧？我炒股赔300万，他并不影响我，就是我现在有着多这300万，也基本上跟现在是一个样，改变不了啥啊。就是我炒股如果赚300万，对吧？那多600万对我来说也差不多，跟现在没有什么区别啊。所以我反复讲啊，就是如果你想通过看我节目来达到这个增强你信心，要持股加仓买股票什么投资，你得有多傻呀？你连看节目都看不懂是吗？完了还想着赚钱。我从这个做自媒体第1天我就建议远离 A 股，你是眼瞎还是怎么着啊？就是缺心眼儿。那什么时候能进胡市呢？对吧？我以前的节目里面也反复说，可以抢反弹，但是记住呢，叫抢反弹，对吧？你抢不着就算了，抢反弹风险很大呀，你抢得不好把自己套进去了，那叫反弹，宁愿错过，不要做错。如果说要什么时候真正的进去投资说把这个当做我们这个，对吧？你钱多，你得找个地方放，那短期至少1-2年，我是看不到这个机会的。你说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咱不能说永远就没有牛市，说这个胡市它永远就治不好，它就带病走牛，这个咱也不能那么肯定啊。所以说我们也要观察，短期1-2年是没这个机会的。韭菜只有在什么情况下能赚钱？我告诉
告诉你，不要觉得自己啊会投资，韭菜赚钱是要特定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胡适真正的在走慢牛。他怎么走慢牛呢？第一个就是彻底的胡适的这个宗旨要改变，也就是胡适他不是以融资为目的，他真正的是实现这个叫供需平衡就是有人要融资，有人要赚钱，来融资的他能为那些散户为那些投资者能带来利润，而不是来骗坑蒙拐骗就是在那儿打扮自己的报表，然后找券商找审计师，三方一勾结，然后再跟这个审核的对吧，这个交易所或者是证监会权钱交易欺诈上市，你说这个他怎么可能给你散户带来收益呢？那真正带来收益的，你比如苹果对吧，那每年赚的钱80%以上的手机的利润都被人赚走了你看英伟达钱都赚得手软对吧？你的胡适要有这样的企业才能走慢牛也就是说你这胡适不能再零和博弈对吧？这个上市的企业大部分真的是能带来利润，丰厚的利润，而且还是长期的。那这样的胡适他就不怕什么回调。你看看美股走了10年牛市，现在不止了吧，10几年，这中间有几次大的回调，比如口罩期间，比如说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发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特朗普的关税战争，它都出现了非常大的回调，但是马上就弹回去然后创新高。也就是在这种市场里面，散户赚钱就相对容易一点。你买了股票，只要你不乱卖，你别乱动，它总会涨。散户你要忘了对吧？你不要寄希望于自己有什么技术你会看 K 线图，你会看什么周期理论你会看什么分析财报，你会看什么行业趋势，你懂这些概念对吧？这些东西是不会能让你赚到钱的。你天天分析来分析去，各种概念对吧？各种前沿科技，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所以唯一能让散户赚钱的就是这个市场它在走慢牛，就是你想犯错误的坑都比较困难了。所以最后再说一下如果你是想对吧，想看谁说牛市从中找到自信，你不要到我这节目来。我这个节目是劝你赶紧清仓对吧？早割肉早收益，早清仓早收益，早远离股市早收益，也不要傻乎乎的跑来找骂。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